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2024年选总统上届热门的3个人选：台北市长郭文泰、新北市长侯友宜、桃园市长郑文灿。再起是做伙来参加着座谈会，来谈论着城市抗疫。侯友宜甲郭文泰有真侪互动，看得出来两个人真有交情。两个人嘛学到着郑文灿的情绪智商 EQ 真悬。也毋过讲，这个国民党内有袂少人对侯友宜不满哦，不满伊无来参加到国民党中央举办的公投选情之夜，嘛无来参加到宣讲的活动。但是煞跨县市到台北市拿立白来合体。侯友宜是来强调讲，伊是以民意为依归。我们是被找来的，是蓝白绿合体吗？台北、新北、桃园3个市长共台做伙参加活动。我觉得他很好沟通，问他打去，他说啊好，那我们就2个10点钟就宣布，好，有没有这个事啊？我这边因为只有3家都是中央的，中央满了，就帮忙请他代说一下，这个是事实啊，所以大家一起合作啦。真的谢谢郑市长，你把求一个。侯友宜讲，家己真介意郭文泰，郭文泰嘛来报侯友宜。他是比较温暖的人，那我是比较严厉的，所以其实可以比喻的，你是加医科，我是外科这样。两个人嘛学了郑市长 EQ 真悬，访问到敢会选总统，郑市长侯友宜、郭文泰拢唔知因是伫咧想啥货。认真过每一天啦，快乐过每一天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一题没办法给这个100分的答案，但是我们现在会做到100分。想想我是内科医生也没有错啦，因为内科医生呢，他听人家心脏，明天能不能呼吸才是最重要。唔知影敢会出来选，无甲话打甲真严。侯友宜无参加党中央举办的公投活动，嘛无参加宣传演讲，互国民党内真侪人拢真不满。应该要以民意为依归。对侯市长无用拼公投的批评声量，民调真悬的侯友宜讲，伊嘛是会注重民意。